8月13日，藏族著名歌手纳姆自主创立的时装阿加纳姆品牌店在拉萨落地。今天非常开心，是因为今天是纳姆的这个拉萨省立店的旗舰店开业。然后我跟她是真的是10几年的好姐妹，因为我们俩，我觉得我们做这个音乐的，就是一直在讲我们的音乐和做服装，因为我觉得音乐是通过声音是传播我们藏文化，但她的服饰是通过服饰来传播我们藏文化。她也是我们藏族第一个登上全国就是世界时装周的少数民族服装设计师，我特别替她开心，因为她现在又多了一个身份，除了歌手以外，她又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设计师。今年，纳姆作为第一位成功进入国际时装周的少数民族设计师，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舞台，并成功举办来自太阳部落灵感跨界发布会，其品牌 AG 纳姆成为海内外时尚圈的焦点。纳姆说，服饰文化设计本身就是艺术思维上的创作提升，藏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带给他无限的创作灵感。藏族的很多服饰文化是特别博大精深的，我每到一个地方，我看见他们穿的衣服，我一下灵感就蹦出来了。尤其是前2天我去那曲，去那个当雄，我就看他们穿的衣服，这个我有很多想法，然后但是我需要去慢慢去把它实践，往前做。纳姆是中国第一支藏族女子组合阿加组合成员，在歌坛活跃10多年之后，如今她从歌手跨界时尚，诞生了自创的服装品牌 AG 纳姆。纳姆告诉记者，衣服的舒适度是最为重要的，因此她对衣服面料的选择和版型的设计有着自己独到的考虑。我希望就是大家穿着我衣服的时候觉得很舒服，但是你又可以在正常场合、正式的场合你去穿，然后你也可以在休闲的场合去穿，然后面料和做工我一定把它达到一个我自己要求的一个，因为我天秤座要求非常完美，要求的一个状态，让大家感觉到我买了这个衣服值得，就这种状态。无论作为时尚界新锐设计师，还是影视歌坛多栖艺人，纳姆始终立足本民族文化，力求把藏民族文化元素及时尚品牌推向国际舞台。阿加纳姆这次这个跨界这个发展到这个时尚服装这么一个领域，我认为这也是他的才华的另外一方面的一种展示。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包括他们的这个品牌的服装呢，不仅仅保留了咱们藏族传统的这种服装的这些这个符号元素，同时呢，又有这种新的这种时尚的这个特点风格。那么所以说，把这个传统和现代时尚的一种非常完美的结合。